我又翻嚟內地啦，呢度係蘇州啊！大家可能成日見我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啦，以為我係旅遊 KOL，其實我都係電視節目主持、專欄作家、報告天氣，仲有20年前啦，我係記者嘅時候已經成日啦都翻嚟內地度做採訪啦。有時候喺旅途嘅途中啦，都好想同大家即刻分享一啲最新嘅資訊啦，又或者係分享我嘅日常嘅點滴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成日咧都要上 IG 㗎，有時候又想睇下 YouTube 啦，check 下 Gmail 啦。好想啦，暢通無阻嘅話啦，我有一個小秘密就係用 MobiMeta 嘅 eSIM 啦。MobiMeta 係一個提供全球最平同最好嘅 eSIM 市場，唔使簽合同，唔使購買實體 SIM 卡，只要喺出發前下載 MobiMeta App 就可以即時揀選你要去嘅城市同日數，全球覆蓋同靈活嘅數據選項，俾你喺落地瞬間就可以享受實惠可靠嘅網絡連接啦。喺廣闊嘅湖中心都有網絡。我用 MobiMeta，佢用緊，佢都用緊，你都快啲去試下啦！